好来，继续要来讲，咱的政府确定要来发振兴5倍券。等这个疫情搁较稳定，讲上紧后个月就会来推出。到时阵民众摕1000块的现金，就会当换5000块的振兴券。啊，之前有风声讲将要比较着去年的规划，锁定着餐饮、百货、理俗甲艺文这产业，才适用这个振兴券。所以，互这个疫情上一个真正力的幼教补习的业者，就赶紧出面来发话，希望政府嘛当甲因纳入到5倍券适用的范围。台真期待提振经济5倍券，伫疫情较回了就会发，各个民众会使用1000块换到5000块，做本的甲所有券拢有。5倍券比去年的3倍券加1000块的面额，目前规划1000块3张，500块2张，200块5张，好野sản拢有。啊，像咱唔直接发现金，因为希望大家提出来消费刺激经济。抑过5倍券会使用于新款产业，爱国研究。今年因为疫情较严重，幼稚园补习班为5月19开始停课，抑过6月份的水电储水共款爱揽。招收国小的补习班，大概占了我们补教界60%以上。那说实在话，他们没有所谓的线上学习，因为国小无法线上，1个月收1次费用，所以5月19号开始停课的时候，学生都来退费，退光了。补教协会反正讲会多了，不是在停课期间，而是应该发生在复课以后，因为复课以后仍然招不到学生，大概他就要停损了。那头几年真济补习班的老师的收入嘛受到影响。低年级的这个兼课的老师呢，他们停课呢就没有收入了。人口有多少呢？保守估计也有大概有7、8万人。补教业者伫全台湾差不多有18000间，台中上济，过来是新北市。伫5倍券要你规划时，幼稚园安亲班、补习班的业者提早行动，希望讲会使纳入这摆提振经济适用范围。好来，乡亲。